以為 send 張平面圖俾裝修公司問價就最方便，其實請師傅親自上門度尺，先可以避免之後嘅一大堆麻煩。專業上門度尺唔止淨係度單位嘅長闊高，師傅仲會幫你全面評估單位，檢查基建、物料，將圖紙同現場對比，報價先至夠實淨，唔使再估估下。特別係舊樓，圖紙尺寸好多時同現場有出入。加上平面圖又睇唔到啲梁柱位、凹位，甚或至牆身直唔直，呢啲細位全部都會影響之後嘅裝修質素。而師傅上門度尺，仲可以幫你睇埋有冇樓上滲水、漏水、天花剝落、窗邊滲水，呢啲可以喺工程期間一併處理埋嘅隱藏問題。仲有好多人會忽略咗家私搬運嘅問題，其實師傅要預先預計好搬運通道、電梯、大門同樓梯轉角嘅尺寸，萬一件家私太大，就需要預先設計成拆件運送，去到現場先至拼裝，就唔會出現買得返嚟但係搬唔入屋嘅尷尬。裝修要順利，最緊要揾個好幫手，嚴謹由上門度尺開始，真正保障你嘅每一分預算。